曾志偉出席義工活動嘅時候透露，佢做咗19年義工噶啦，咁所以對義工工作呢好有感觸嘅。而同樣地，曾志偉做咗10幾年掌門人，一定可以講下近期無線節目玩轉3週半俾人話抄橋，你嘅睇法係乜嘢呢？天下都係一大抄，甚至乎我抄緊嗰個叫至尊嘅，至尊每10年都抄翻自己一次。其實好多嘢都係佢哋抄我哋啊，其實我哋掌門人好多外國都抄我哋噶。尤其是如果你喺國內睇咧，好多遊戲節目都抄緊我哋，唔一樣啊，所以冇乜所謂邊個抄邊個啊，好睇嘅咪攞嚟共用咯。嗱，另一單消息啦，最近劉家輝中咗風，你有冇去探過佢啊？我送咗個 iPad 俾佢，成日開機生嘅。唔係我就鼓勵佢就話，因為佢而家左右手係冇事噶嘛。咁我話嗱，我都唔係用左手嘅人嘅，我即刻喺個 iPad 度寫咗劉家輝3個字，嘣就出晒佢以前啲戲啊，佢所有嘢，佢開心咯。係啊，咁佢就知道原來佢用佢嘅左手一隻手指就可以揾到晒所有嘅嘢，睇翻晒佢以前嘅戲，聯絡翻所有嘅人，咁啊教佢上 Skype 啊，咁啊可以同啲人見啊，啲人要問候佢嘅，同佢可以見面啊咁樣，咁所以好開心啊，開心咗好多。咁所以佢就即係希望透過我哋同大家講，即係叫大家唔使關心，佢好積極去面對佢而家自己嘅病，佢希望盡快可以康復。